講到這國際油價是起起落落，後禮拜敢會調整這油錢呢？經濟部的能源署就表示講，國內天然氣、石油和土炭目前庫存量是攏有夠的。面對着這國際油價波動，政府是有對策來因應，請民眾放心。不過，這國泰航空大聲宣布講，10月開始呢，就要來調懸燃油附加費。若準杯較長度的，可能是起碼到1倍。也有專家警告講呢，若準這國際油價一桶衝到美金150塊，恐驚會出現程度性通貨膨脹。中東正會持續衝擊國際能源，13國際布蘭特原油要起到一桶上懸101.70美金，西德州的原油要起到一桶96.71美金。面臨國際油價快速起價，外界關心這禮拜國內油價整體調幅5%，後禮拜油價是不是繼續起？經濟部長靳瑩忻進前表示，起價幅度應該未比這禮拜這濟。如果是長期維持高位在聯動的話，那即便是有彈性機制，那相對那個彈性的空間也會越來越小。運費高檔就會維持物價，就會推動物價上升。也就是說，在信心崩潰、物價上升的前提之下，我們就有機會進入所謂的停滯性通膨。反漲的機制跟特殊時期的一些所謂的專案平穩機制，持續來了解國際油價的一些變動的部分，來做其他有相關的一些反漲。經濟部能源署回應，清點國內能源天然氣存量11天以上，石油超過90天，土炭30天，目前存量攏有夠，會持續關心國際能源走勢。國內油價除了雙萬起機制，也閣啟動特別平穩機制。目前由政府吸收6成，每禮拜會檢討。雖然中油油價會當透過政府機制平穩吸收，不過民營企業已經擋袂住，大聲調懸。國泰航空宣布，因為中東局勢影響，航空燃油價格3月到今已經起將近1倍。為10月開始調懸燃油附加費，抵中長程的航班攏起，以長途航班起上濟，為港幣569起到1164。因為國內目前以天然氣發電較濟，所以拄着進口國卡達斷路，外界煩惱恐驚衝擊國內電價的匯率。政府還是希望不要對物價產生太大的影響，所以我是認為這一次電價不調的可能性應該還是比較高啦。航港局13下晡閣召開國際海運運輸平穩工作小組會議，除了掌握國際航商、中東地區船隻靠港這個規劃以外，也會同步了解目前進出口貨物運輸情形，以維持咱國國際貿易，也甲民生物資供應運作的穩定。記者採訪報道。